开来，却发哪里梦？阿哥上妹，身上两山红。大家好，甲因你谈到的是因你传统的小调之一哦，土法开。这条歌曲的是我的阿公从本我的阿婆，我爸爸从本我的妈妈。这下因你未强效，做在来唱这条传统歌曲哦。根本嘅因你是用乌克丽丽，好简单的方式来弹唱那条土法开。那我们在练习这首歌之前呢，先做一些暖手运动。这个东西呢叫做爬格子。多做这个运动，我们手指比较不会受伤。那首先呢，我们从左手来，我们的大拇指顶着我们的琴颈，在琴颈的部分呢，以它作为一个支点来移动我们其他的手指哦。好，那接着是我们右手的手指，大拇指，我们今天用一指神功，用我们大拇指来弹拨所有的弦。记得弹拨的地方呢，大概靠近身体，大拇指这个地方大概1/3的地方来弹拨。好，那接着呢，看到我们的琴颈这个地方上面有琴格哦，这个东西叫做琴眼。那每一个格子我们叫做琴格，这里是第一格、第二格、第三格、第四格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就来爬格子哦。首先用我们的食指来弹拨第一弦第一格，用中指弹拨我们的第一弦第二格，接着用我们的无名指弹拨第一弦的第三格。再来就是第一弦的第四格，用我们的小拇指。好，依序来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第二弦一样，从第一格爬到第四格，1、2、3、4。第三弦从第一格爬到第四格，1、2、3、4。第四弦从第一格爬到第四格。这样的动作呢，我们反复多做几次，手指才不会受伤哦。那接着我们就赶快一起来练习今天的这首歌曲吧。好，为练习今本日这条歌曲土法开以前呢，大家有先分手好轻松掉吗？爬一下格子哈，让手轻松一下。好，今本日哦，你有练的好轻又好逗对哦。怎么说呢？之前我们上课的时候有教过 C 和弦嘛，大家复习一下 C 和弦，按着第一弦第三格无名指。再来是复习一下我们的 F 和弦，食指按着第二弦的第一格，中指按着第四弦的第二格 F 和弦。今天呢，3只手指都用上了，3只手指我们都要用哦。今天教的是 G 和弦，G 和弦要怎么按呢？首先哦，我们把我们的食指按在第三弦的第二格，接着我们的中指放在第一弦的第二格，这样子，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感觉？这样子，再来呢，伸出我们的无名指，压在我们的第二弦，第二弦在这里，第二弦的第三格，这样子，再加上无名指，就是我们的 G 和弦。G 和弦、C 和弦、F 和弦，这3个和弦都是在乌克丽丽的弹奏里面呢很常见、很常听到的和弦哦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。土法开哦，它的和弦变化很快。右手呢，在我们的右手这只手的大拇指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哦。今天的节奏是嘣恰恰嘣恰恰，我们用 C 和弦来做范例，嘣恰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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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！C 和弦做范例，右手非常的轻松，嘣恰恰嘣恰恰嘣。恰恰嘣恰恰，一开始学习的时候，我们把速度放慢，然后把我们的每一个音弹得清清楚楚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开始从你今本的歌曲土法开哈。不过今天的和弦变化很快，大家要注意哦。土法开来，却发哪里梦？这2个都是嘣恰恰嘣恰恰，但是土法开来就很快就转换，土法开来，却发哪里梦？却发哪里梦的时候还是嘣恰恰嘣恰恰，却发哪里梦？好，下一句，阿哥上妹，身上两山红哈，阿哥上妹，这3个和弦有3个和弦哦 ，C
F G C F G。阿哥上妹身上两扇风，再回到 C。哦，这每两个字，它就会有一个和弦要变化。我们再复习一次。阿哥上妹身上两扇风。好，接着下去喽。一上来爱妹眼用哪里针？哦，很复杂哈，要变化很快。在换下一个和弦的时候呢，你在弹这个和弦要赶快先想到下一个和弦。我们来一次哦。一上来爱妹眼用哪里针？哦，眼用哪里针？我们的右手继续是有一个流畅感哈。眼用哪里针？好，下一句。你上来爱妹上啊哪里冲？哦 ，C F G C， 在乌克丽丽呢，你学会了 C F G 以后，你就会很多的歌曲哈。我们再来一次哦。你上来爱妹上啊哪里冲 ？C F G C。就是你上来爱妹上啊哪里冲？好，最后下面几句是妹张妹山上爱妹救命哪里风啊的哟？哦，一样 C F G C F G C， 回到头，好，妹张妹山上爱妹救命哪里风啊的哟？好，我们把分解全部合并来一次，听一下这首歌怎么弹哦。头发开来，头发哪里望？阿哥上妹身上两扇风，一上来爱妹眼用哪里针？你上来爱妹上啊哪里冲？妹张妹山上爱妹救命哪里风啊？俩是演你的头发开，了了个叫动简单动忝的吼，好起来重本你的老公堂，好重本哦你的阿公阿婆阿爸阿妹堂，很好听的一首歌。哦，演你今晡日乌克丽丽弹唱教室是杜了位，下摆掌柜了哦。